贵综合病院妇产部医师于佩修表示，子宫腔内病灶，上车看的就是肌瘤甲息肉。过去处理的方式，拢是靠传统的子宫内膜扩刮术，将子宫腔内无正常的组织来刮除。不过现在有子宫镜，透过摄影的镜头做局部或者更加准确的手术。不过相对的嘛有伊的无适合，加可能的副作用加并发症。子宫镜跟子宫内膜扩刮术手术的差别在于，子宫内膜扩刮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病灶，比较不能针对局部的病灶做处理。那子宫镜手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病灶在哪里，针对病灶做直接的处理，相较不会伤害整个子宫内膜，对子宫内膜或未来影响会比较低。那比如说，如果病人正在出血的量很多的话，相对没有那么适合子宫镜。其他的状况，像是骨盆腔的感染或怀孕中的病人，其实也是不太适合做子宫镜的。子宫镜的并发症大概从0.2% 到2%。大部分是在于说，我们在子宫颈扩张的过程中，有可能会造成子宫颈的裂伤，那有可能造成子宫颈的穿孔，造成脏器的损伤。那另外，我们在做子宫镜的时候，需要把子宫腔用介质把它撑起来。那使用水的时候，有可能这些水会跑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去，造成所谓的水中毒的状况。那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根据文献的统计，传统的扩刮术诊断率大约有9%，而子宫颈的手术大约是9%。不过，传统的扩刮术有可能有检体不足的问题，而子宫颈的手术比较较会用的将病灶来清除清气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